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在伫尼希米记第7章。咱伫2016年的时，捌连续用尼希米记第1章到第6章，迄是一个真无共款的气氛下底所读的圣经在。到伫今仔日，咱读尼希米记第7章，因为伊已经行到一个无共款的阶段。 伫咱所读的尼希米记第7章基本上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第7章开始记载的时，是即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已经安怎起好啊？迄个起好盖好了，迄个墙起好啊！迄个起好，毋是讲即个墙起了偌好、偌水、偌青颖，毋是，伊只是。 无破空，即个城墙已经会当到原来伊应该有的功能，互伊无破空。咱若重新回顾尼希米记第1章到第6章，我毋知影咱阁会记即偌济。尼希米是尼希米的头路是啥？尼希米的头路是啥？敢有人会记起？茫一直看迄个啦。尼希米的头路是啥？ 尼希米敢是起城墙的？毋是哦，尼希米的头路是啥物？是伫王的面前啉酒的。尼希米是酒政，伊的工作是伫王的面前啉酒的，啉酒的。有一日，伊雄雄听到讲对耶路撒冷伊是伫迄个巴比伦。 尼尼微城的所在，有一日伊听到对耶路撒冷来的兄弟甲伊讲，耶路撒冷城遐的百姓偌尼可怜，偌尼凄惨，然后伫迄个中间有真侪真受苦的故事，所以即个尼希米伊非常关心即个耶路撒冷，也伫迄个中间面带忧容，脸带忧愁，然后啥物人看到？ 伊伫啥物人的面前咧啉酒的？王的面前啉酒的，结果伊的面带忧容，哇！这代志大条的呢。你若是坐几台的，常常拢伫遐一个面真歹看哦，敢有人要来报道？若是迄个咱敢会记即张相片咱伫迄个领袖会时，哇！足侪人到遐就开始就有人伫遐咧接待迄个是一个真好的感觉。但是伫王的面前，即个酒政本来是应该欢喜替王倒酒的，结果伊无，伊伫迄个中间面带忧容，颠倒是王甲伊问讲：尼希米你是安那无欢喜？结果尼希米甲讲啥？甲讲我的兄弟住伫耶路撒冷，因伫受苦。 所以后来王转伫迄个中间，互尼希米会当转去到耶路撒冷，去重新看顾伊的百姓，起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当因尼希米真正这里尼希米记第2章，当伊真正要转去到耶路撒冷，要起迄个城墙，讲起实在是无啦，伊实在是补啦，补迄个城墙啦。 伊要补迄个城墙的时，有真侪人，包括参巴拉，包括真侪人伫迄个中间咧甲伊讲恁用安尼是要创啥？恁是要重新独立起来做王是无？伊伫迄个中间讽刺即个尼希米讲，恁所做的拢总是空空，恁莫想讲恁会当伫即个中间重新起城墙，然后上帝会当重新赐福你。 所以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包括何伦人、参巴拉、阿文人、多比亚，拢伫即个中间起笑尼希米，这是尼希米记第2章。所以尼希米伫迄个中间讲到一句话，真重要的话，伫尼希米记第2章最后一节20节，伊应讲：天顶的上帝要互阮兴起，阮做伊的奴仆，要起来起做。 总是恁伫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名，
字。意思就是，当遮个人愿意倒来到耶路撒冷重新来起造城墙的人，遐个用话、用乞笑、用迄款轻视的态度来款待遮要起城墙的人个，因伫耶路撒冷无分无权无名字。有时咱伫教会中间，咱看见有人咧带敬拜，有人咧带祈祷。有人伫教会中间，伫遮互相彼此看顾甲起造，无论是查经小组团契，也是用任何方式，伫迄个中间，想要互一个教会重新遐起造起来时，咱真意爱真济兄弟伫即个中间相甲参与。遮个人到伫尼希米记第3章的时。尼希米伫遐分配利未人，分配祭司，分配其他的百姓，这是真趣味的一个经节，这嘛是真趣味的一个相片。敢有人会记即个相片咧创啥？主日学献诗啊了后，伫迄个中间，咱囡仔落去揪爸爸起来，有人去互揪甲莫名其妙的无？有人去互揪的时，佫感觉讲啊。歹势歹势，啊！我嘛毋知影去哩要创啥，去哩了后才知影是要创啥。唱歌，大家做伙参与。但是伫迄个中间，互人发现一件代志。当然后来有听讲什么人拢真无爱去哩顶悬，结果无想到讲吼，迄个足细汉的囡仔，手甲迄个阿公牵落的时，手绑落的时，听讲迄个阿公。甲叫讲阿公做伙起来，我毋知安怎讲呀，但是听讲迄个阿公的心转样呀。尼希米伫即个中间，伊转去到耶路撒冷，伊重新分配，我的顺序其实写毋对，应该是祭司利未人甲百姓。伫迄个中间，重新伫迄个耶路撒冷起造城墙的中间，互每一个人有一个无共款的角色。互每一个人找到一个伊所要徛起的位置，互每一个人找到人甲人之间关系，伊所会当扮演，所会当讲，所会当造就，所会当伫迄个中间相甲大家来学习、信仰大家相起做的事。这是尼希米记第3章。到伫尼希米记第4章，因开始起造城墙。伫即个起造城墙的中间，并无简单。因为拄起因遮的人，毋是真够起造城墙的人。上主要的是，即个尼希米，伊原来的工作是啥物？酒政，是伫王面前伫倒酒的。尼希米的工作是酒政，在王面前倒酒的。伊甲起城墙有啥物关系？基本上无啥物关系。总是遮的人。因不但大家同心合意来起城墙，上界重要的是，当遮个人要起城墙的时，因阁爱备办对敌伫迄个中间要甲因攻击。所以，若是照尼希米记第4章内底所写的，伊讲，因一手做工，一手举枪，光灯牌举弓，穿盔甲。观众拢活伫犹太正人的后壁，然后伫迄个中间，一边起城墙，一边安怎？准备烧战，准备要伫迄个中间来应付对敌所有一切的攻击。亲爱的兄弟，人甲人做伙要协调已经无容易啦，总是当你会当看见。当咱伫无共款年龄层、伫无共款的世代中间，大家互相共心，伫做一项物件的时，迄款的感觉甲气氛，甲咱原来想的完全无共款。敢会记起咱伫灵修会时所耍的即个游戏？即个游戏要耍啥？要甲迄个球要甲落伫迄个桌顶，要互伊。弹入去迄个杯仔内底，请问是少年囡仔较敖，
还是老的资深的较老？讲少年的举手，讲资深的人举手，拢有人举手。其实啊，两边真正是互相看过。那阮迄组，阮看到囡仔阮后壁迄组，阮看到囡仔真高乐。但是若阮迄组上高乐的是啥物人？是三句啊，落一球就入去一粒啊。咱每一个人伫即个中间，三角要找到一个位置，互相伫无共世代的中间，互相看顾，互相关心，互相找到咱家己所会当行的角色，互咱伫即个中间同心合意来完成一件起城墙的事。伫即个年希美伫第4章内底较趣味的是，国人甲伊的罗卜。就伫耶路撒冷过暝，通为着咱夜间来守卫、来固守。日时做工，然后暗时爱安怎？爱顾城墙。所以迄个意思是啥物？迄个意思就是，你毋是日时来起的，你人会走，毋是，是你爱伫迄个中间固守你的手所做。所以伫迄个中间，互人看见有偌济的无简单。伫人甲人的中间，要安怎会当协调？要安怎会当培养好的心意？然后伫迄个中间，大家互相求进步。到伫尼希米第5章，拄着搁较大的挑战。我一定爱放出即张相片，因为遮个相片翕了吼，我拢去互念，讲吼。人翕这相片遮尔好，结果吼，我伫后壁咧笑，所以我赶紧甲遐材料将主角放出来，互大家看。表示我毋是故意的，我的笑毋是咧笑讲遮个人太会安尼，我的笑是欢喜，咱的兄弟伫即个中间，真正是有一个真无共款的感觉，互人看见一对一对伫遐，大家真欢喜，真相疼，然后一对一对伫遐，大家互相帮助。伫尼希米记内底第5章，伊记载着一个真特别的事，就是当遮个百姓因愿意三角共心，伫迄个起城墙的工作的中间，的工程的中间，其实因讲出一个真大的土气。伊甲尼希米讲，阮遮个人拢来到遮咧做工，但是啊，犹太的官长、犹太的祭司，甲阮扣重税。阮已经将阮的土地、将阮的囝儿、查某囝，拢已经卖掉来咧付因遐的税。阮的生活已经真艰苦，阮过袂落去。然后尼希米伫迄个中间也发现犹太人甲人之间的借贷伫遐收利息。若是按照着犹太律法，因迄个旧约内底记载，因会当将钱借互因困苦的兄弟，总是伫迄个中间袂使收利息。伊爱帮助因直到受帮助的人有够野的气力，会当还遐的钱，甚至甲因的查某囝赎回倒来。这是伫迄当时所讲的。但是当兄弟姊妹伫迄个中间，因拄着困苦重担，无法度伫遐继续坚持，大家三角来起做的时，因甲尼希米讲，尼希米全伫迄个中间定心做主。当伊听见，看阮要将阮的查某囝做人的努力，阮有的查某囝已经互抢去啊，因为阮无法度有气力将因赎回，阮的土地甲阮的葡萄园拢已经是别人的。尼希米伫迄个中间定心呼吁，兄弟姊妹爱相听，兄弟姊妹爱伫迄个中间互相看顾，爱看待咱的兄弟姊妹，亲像咱家己的人，亲像咱家己所听。所以伫迄个中间，众人伫遐定心得到会当三角起造城墙的气力甲信心。伫三听的中间，定心互人看见头前所要行的愿望。但是
代志还袂煞，因为一直到尼希米记第6章，阿伦人、参巴拉以及其他的人、道比亚、阿拉伯人、基善、甲其余的对敌听见尼希米已经得要将即个城墙起好的时，伊伫遐放话，要设计讲尼希米伊若是墙起好，伊就要起来做王。伊伫遐放话讲尼希米要伫迄个中间要来，因为伊强，所以要来甲伊陷害。伫圣经尼希米记第6章内底有记载着一段真特别的，就是伊甲尼希米约讲行咱来圣殿的啥物所在，然后参巴拉、道比亚、基善遐个人就拍算讲尼希米若来，门要甲关关的，专要伫迄个中间将尼希米甲杀死。但是尼希米伫迄个中间无中计，反倒伫迄个中间继续突破众人伫迄个中间用歹话甲伊的诽谤。所以有真侪时，伫咱三角地教会咧起造咱的城墙的时，咱所拄着的嘛是安尼。有真侪无好的话伫人甲人的中间伫遐咧流传。若是台湾的时间，6月23，台湾有一个真重要的游行，为着啥物会来游行？红色渗透。要反亲中媒体，所以伫迄个中间要重新伫遐有一个包括其他会当通过立法，通过伫百姓伫遐来突破真侪伫媒体顶悬的控制，尤其是有中的媒体伫迄个中间有真强伫遐帮咱对方的共产党伫遐咧宣传的，所以台湾的百姓已经重新来认捌假新闻跟言论自由是不一样的。咱开始咧认捌，伫一群人的中间有一寡假的话、无实的话，伫迄个中间咧传的时，互迄个团体无法度成事，做袂了代志，迄就是对敌伫迄个中间所做。但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有缘会当继续坚持迄款的原则，甚至有人无为的事，拢敢去头前坐。敢有人知影即个是安怎坐伫遮？你敢知影？大家甲问的是伊因啥？问讲是安怎？敢若伊一个人坐伫迄头前，伊因啥？伊因讲后面没有位置了，后面没有位置了。我想真侪时，加做一个团体，就是有共同的心智，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脚步，然后大家做伙头前来行。到伫今仔日，咱所读尼希米记第7章，尼希米记第7章所讲的物件，一个真大无共，就是迄个城墙已经修了。然后，迄个门窗，迄个门已经安好。然后，佮上界重要的是门口的守卫，以及唱歌的甲利未人，利未人伫迄个中间要创啥的？要服侍的，伫迄个中间已经摆好势。所以有真侪伫第7章内底，伊是一个故事的完成。若是今仔日咱回过头，咱教会伫将近3冬的中间，2冬外的时间，咱到底去做啥物物件？咱伫即个中间，咱众人到底参与啥物货？咱犹原伫即个中间咧修车墙，咱犹原伫即个中间咧补咱教会所欠缺的、所无够额的，毋是讲咱已经完美，已经100分，是咱打要开始。伫即个中间，重新将百姓聚集倒来到伫耶路撒冷，因为已经有人会当守卫，因为已经有人伫遐会当顾城墙，已经有人伫迄个中间唱歌娱乐，因为已经有人伫迄个中间大家彼此服侍。这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行，伫咱中间所做。尼希米记第7章伊讲，爱派耶路撒冷
的百姓，照着因的班厝，伫因家己的厝的头前来固守。因固守的时，就爱将门关起。若是伫即个期间，因所起的城墙，也是因所起的厝，其实真特别。尤其是伫尼希米记第7章内底，咱今仔日无读的圣经节，对第7章第7节后壁落去，其实是一连串足侪人的人名、足侪人的户裔，然后记名搁记少爷。即个家族有转来偌侪人，然后家族有偌侪人，有偌侪户裔记伫即个中间。其中伊除去有王的做贵族的，伊还阁有39节做祭司的。伊阁有43节做利未人咧服侍的，然后到第66节有做陪将的。无共款的人伫迄个中间要重新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然后要将遮个人重新组织，要派伫迄个城门的边仔。但是真趣味的是，当遮个人伫遮咧起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起造因家己的厝的时，事实上差不多遮个厝。即个时期，第7章即个时期所起的厝，因的厝一间厝爱有几面墙？正常是4面啦，对无？但是即个时期所起的厝，因的厝差不多拢只有3面墙，搁一面墙是啥？因的厝真侪拢敢若3面墙，搁一面墙是啥？搁一面墙是城墙。因的厝只有3面家己的墙，搁有一面墙是啥物墙？是城墙。意思就是，因的厝是挖伫城门边落起的，所以迄段就是归因固守，所以迄段就是因伫迄个中间爱守望，所以迄段就是因爱负责。即群人伫遐，伊所包围起来迄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基本上就是因的厝。城墙若伫的，因的厝就存在；城墙若受攻破，因的厝就啥物话拢无。即群人用即种的心志，来起耶路撒冷的城墙。当尼希米重新组织遮个人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时，毋是咧甲因讲，恁转来要诚做好康，恁转来要诚做有人固守的。尼希米伫即个中间调一因转来是甲因讲，恁转来要有一片城墙是你所负责要去起造的。亲爱的兄弟，你负责的城墙伫倒落？亲爱的兄弟，伫头拄仔咱所看到遐个相片内底，你所扮演的角色伫倒落？你是唱歌的，你是招待的，你是书会的。也是抒情的，你是备餐的，还是你伫迄个中间准备玩游戏的？你是主日学的，还是你共招呼的？亲爱的兄弟，当咱今仔日伫遮三角来起造教会城墙的时，毋是甲你挂一个名，讲你会当伫即个所在得到一个好的厝体。伫即个中间，只有当有甲你讲，你的城墙，其中有一边是你的厝体，城墙伫咧，你的厝体伫咧。即个城，伊搁宽，伊搁大，城中的百姓稀微，厝体也还袂起造，因为搁来所要起造的厝，就是几面墙的。4面墙，亲爱的兄弟，咱参与第三款的所在。敢会记得大家在耍即个游戏的时，咱看会出来因咧创啥？看报纸，看甲足认真。其实大家是伫遐咧找一句金句，伫遐咧找字，对无？总是一开始的时，有人感觉讲可能年纪较大，无适合伫迄个中间做伙参与。但是无拍算，当报纸刻出来需要找字的时，含坐伫迄第2排的人拢安怎？报纸刻起来看。我毋知影你看到啥，
我是看到迄天起来报纸有真侪餐厅的消息，遐个饭菜看起来真澎湃，敢若看到真好食。但是我有找到2字哦，亲爱兄仔，咱的角色有对，咱要伫即个中间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当咱伫即个中间看见尼希米记第7章，有受掠转来的人的名单，有真侪人伫迄个中间重新受呼召，要转来到伫即个耶路撒冷上帝城的时，咱是毋是嘛有亲像即个尼希米记所讲的？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我就调集贵族、官长、百姓，要登记家谱。什么意思？当家谱登记落，即、个家族转来到伫上帝面前，遮个人属于上帝的家，是上帝固守甲赐福的。今仔日你咱常常伫即个从中间三角伫起做上帝的城墙的时，你用什么款的心情来去做？我要引用咱伫 BTPC 快乐内底有一个人真认真，常常通过即个群组伫牧养真侪无共款的人。我要引用伊所铺的一个物件，我毋知是伊写的，还是伊伫迄个中间借人的文章来铺的，总是咱做伙来看。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扬美了；你如果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若把唱歌当瑜伽，它就塑造了；你若把唱歌当演绎，它就绽放了。你若把唱歌当职业，它就成就了。咱这回来看，每一个不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每一个能说话的嘴，都能开口唱歌；每一个有气息的日子，都要开口感谢上帝；每一首吟唱的诗歌，都将带来祝福。愿咱也是亲像用这种的心情来到伫教会，而且对咱的厝所出的就是欢喜快乐，所吟出来，互人会当伫遐来看见上帝恩典的时光。然后结论是啥物货？结论是啥物货？这个文章看出来结论是啥物货？今仔12:45分，大家做伙来参与圣教队，做伙来练歌。愿咱会当伫遮个活动的中间，找到咱每一个人的角色。愿咱会当通过遮个角色，互咱重新塑造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愿咱伫即个中间来看见上帝的恩典大大施恩伫咱的中间。互咱伫咱的生命是面对问题，拄步步心，参悟服侍，去做生命。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当阮2年前通过尼希米第1章到第6章来看见你怎样通过尼希米来起造当初时的耶路撒冷城墙。阮伫即个中间也搁一摆来回顾，阮怎样来起造阮的教会？主，阮有真侪人参与，阮有真侪人学乐，阮有真侪人献诗，总是阮嘛真侪人失落。主，阮的城墙特别保好，总是内底的厝百姓犹搁稀微。主，求你怜悯阮，互阮重新来呼召你的百姓转来到你的会中，互阮重新伫即个中间来看见你怎样通过尼希米记，通过所描述的，怎样重新来起造阮的教会。主，愿阮伫即个中间，阮三角互相相听，愿阮用阮的嘴来出欢喜的声，愿阮的唱歌、吟诗，阮所摆列的感谢，以及阮所付出的服侍，
通成做你所欢喜的者。愿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